佩洛西英暗若真正来到台湾，会带伫倒一间饭店呢？根据着以往的经验，讲带伫个台北市信义区的君悦饭店纪律上悬。虽然业者无来证实，但是知影内情的人士来透露，讲美方已经把规层楼48间的房间中包落来。台北市警察局下晡嘛全部提名，外勤调度2000个警力。分散伫个各区来部署维安的措施，嘛会启动防兵的勤务。只要佩洛西一日到位，就会派车队来护卫佩洛西行程的安全。受到各界注意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会来台湾，北市警察局拢关渡戒备。台北市刑大和霹雳小组2号下午将会在信义区部署警力，同时也将准备好启动红兵勤务。和国家元首级的敦临勤务无共的红兵勤务，是针对非国家元首的重要外宾。若是佩洛西来台湾，就会派维安的警察车来保护佩洛西的车队。唔然呢，北市警察局嘛会派2000个警察来支援松山区、中山区、和信义区这重要所在。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这个安全方面的组长，一定会跟佩洛西的安全水壶达成一些需求，那安全部门就会请特勤中心去配合作业。譬如说，车子要安排几辆，那车子大概是怎么样的规格？佮听伊讲，佩洛西若真正来台湾，可能住伫咧信义区的君悦饭店，不过毋是住伫咧上关站楼的总统套房，是甲规站楼48间房间包落来。饭店一定会给它清空，然后那个楼层整个控好，那配备适当的这个安全在警卫人员在出入的通道。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今年7月3来台湾发表专题演讲，佮把受到恐吓批，当时出动真侪警察戒备。警察讲，这摆佩洛西伫咧台湾的维安勤务，会比对同款的规格，全力来保护议场的安全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